各位醫療衛生界嘅朋友，大家好啊！咁我諗喺身邊，我旁邊呢位都唔使我多介紹啦。喺我哋呢個醫療衛生界都好出名嘅方國輝醫生啊，Dr. Ben 方啊，Dr. 方你好，你好，你好。咁咧就我都係想請教你啦，Dr. 方就係你即係其實呢段時間或者係呢10年啦，近10年香港醫療衛生界嘅發展，你覺得點樣？同埋你對將來醫療衛生界嘅發展有啲咩期望？好，首先好多謝梁醫生John 嘅邀請啦。咁過去10年咧，其實香港都有好多不同嘅變化特別係基層醫療嘅推出啦。咁我哋仲有呢個專職業界嘅多方面嘅發展啊。咁亦都有私家醫院嘅出現啦。喺過去嗰10年，咁係五花八門嘅。咁當然啦，發展之中咧，有好多機會。亦都有好多新嘅問題走出嚟。私人醫生診所咧有一個新嘅挑戰，就係個發牌制度個監管，咁係應該嘅。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邊，大家係有啲唔適應，即係包括啲程序上啊，同埋政府推出嚟嘅時候，大家係咪容易去處理到咧？咁都有啲聲音嘅。咁另一方面就係基層醫療。特別係嗰個定位角色康健中心或者係嗰個站，咁大家都唔知道究竟嗰個葫蘆裏邊賣啲咩東西，因為係冇醫生嘅駐診，亦都未有中醫師嘅駐診，咁大家究竟係喺度做啲咩咧？咁我覺得作為立法會嘅代表，作為政府嗰方面咧，都需要有一啲比較明朗啲嘅説法咁令到我哋公帑又使得好，請咗啲人又為社會為個社區做得到好多事情咁等等。過去嗰10年，立法會有好多條例係有關我哋醫護衛生界嘅推出，咁嗰啲都需要我哋未來嘅立法會代表去支持咁我今次好高興阿 John 你出嚟參選正如你一出嚟第一件事就話俾多個選擇，咁呢個選擇就大家要用大家個智慧去釐定啦。咁另一方面咧，我見阿 John 你一路推出嗰啲政綱咧係好落地、好到位咁，好擺心機，同埋你係真係有落心去研究不同嘅方案，都照顧得到。我係好着緊係睇個人，唔係話你係醫生咁你一定係好啲，或者有啲咩特別，而係個人。你過往又做咗好多呢個社會嘅事情啊、公職啊，亦都為國家做好多不同嘅事務。國際方面你都做咗好多工作。咁我認為阿 John 你今次跑出嚟咧，我哋係要支持嘅。咁好多謝方醫生正話分享啦。即係首先我哋講翻即係關於個633條例，其實都應該係嚟緊一個需要即係政府去協助業界去，尤其是係我哋嘅家庭醫生啦，佢哋點樣去順利過渡究竟係會唔會係個時間係咪真係可以再即係例如話有個再闊少少啊，或者係支援多啲啊。另外就係正話方醫生講咗好重要一點咧，就係公帑係咪可以好適當咁去即係使用啊？咁呢樣嘢係我絕對同意同埋支持，亦都會希望落實去做嘅。咁至於後邊嘅加持咧，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即係動力啦。希望即係嚟緊咧喺可以有機會立法會咧再為醫療衞生界服務嘅。咁呢度都係多謝阿方醫生啊，多謝晒，多謝晒。好，支持你阿 John。請大家邀請你嘅屋企人同埋朋友都參加呢次重要嘅活動，多謝。